我當關楚耀係咩啊？你當我什麼？你當我什麼？係一首好歌啦，當然係。除咗酷愛之外，第二 hit 嘅歌咯。你當我自麼？唔係關楚耀隻新歌。佢嗰首歌真係得喎。今年金曲啦。你當我什麼？其實我知有隻咁嘅歌嘅。佢唱得幾好咯。我冇諗過佢會唱得咁好，真係。喂，等陣先，你哋當我係乜嘢啫？關楚耀全新廣東大碟《你當我什麼》CD 加 DVD 現已上市，整東循環。我當關楚耀係咩啊？你當我什麼？我當佢係一個佬，啱啱合格嘅馬佬。講唔講得嘅咧？佢同校長係有關係嘅。係人都知㗎啦，唔知你講乜？佢中意被虐待。契仔嚟㗎嘛。咁咪係阿倫第一次公開承認有個仔咯。我都覺得奇怪。關楚耀啊嘛，係我一個好酷愛嘅歌手。關楚耀。你當我係咩啊？今年嘅女新人咯。喂，等陣先，你哋當我係乜嘢啫？關楚耀全新廣東大碟《你當我什麼》CD 加 DVD 現已上市，整東循環。